失手，但另有外在3000的宇宙，不會被重複奪走。一起到盡頭。爹哋，你要將你嘅事業繼承俾我啊！爹哋，我為公司撲心撲命，係唔應該將盤生意交俾我咧？其實你兩個嘈交未啊？你哋係 DD 咩？你想繼承我保險王國啊？你起碼要做一個 DD 先啦。而家你兩個係 UM 嘅啫。點解我成日同你講 MRA 咁重要啊？因為只要你連續3年做到 MRA， 我保證你哋5年一定成為一個 DD。MRA 係步向 DD 最快嘅途徑啊！爹哋，你去邊啊？我見未 good 啊！其實做咗總監一樣可以做 MRA 㗎，Ken 姐加油！